次行動嘅目的咧，就係邊個冇識電話啊？sorry。中常 speaking。喂，呢度係廣東省公安廳。而家你個女涉嫌洗黑錢，俾我拉咗，你要交10萬蚊做保釋。阿娟出咗事，冇可能嘅，一定係誤會嚟。保釋金一定俾。咁我而家要點做啊？冷靜啲。嗱，我同你核對個人資料先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方中信。方中信？方中信咧就係我親戚，我叫方中 Sir。在下真係孤陋寡聞啦。請問個 Sir 字係點寫呢？個 Sir 字你都唔識，你夠膽打電話辦公安嚟呃我啊？你都烏 Sir 嘅。內地嘅公安一定唔會打電話俾你嘅。如果你接到啲陌生電話，你要格外留神啦。如果有懷疑嘅，即刻打防騙222先，18222。我只要汽水的輕鬆。